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直播。今仔日呢，咱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的是一例一休。啊，讲到这个一例一休呢，咱时常拢会听到讲真侪厂商吼，伫咧表示讲呢，哇，一例一休上路之后哦，因为加班费增加啦，所以会变做因嘛无啥钱通赚哦，根本经营袂落去。另外一方面呢，咱的劳工朋友就讲哦，咱公司呢拢叫因尽量莫加班啦，所以因加想要趁寡钱呢，嘛无法度。所以到底一例一休呢上路了后，这是好是歹呢？到底有什么款的问题哦？咱今仔日呢邀请到推动一例一休修正联盟的召集人，到咱节目的现场，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咱今麦就来欢迎这位召集人，伊嘛是咱民进党台南市东部主委严春锁严主委。碧纯咱所有咱的双子星三公共电视台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东部民主进步党台南市东部主委严春锁。好，那欢迎严主委当然严主委嘛是咱前台南市的副市长嘛要来参选到咱后一届台南市长啦。今仔是用迄个修正联盟的召集人，是用这个咱碧纯跟咱所有朋友来探讨一例一休这个问题。是好，所以咱伫个节目一开始咱就先针对咱今仔日的主题，咱先来看一段新闻的影片。OK， 好。一例一休推行以来，受到这个批评，不但是资方，就连劳工嘛无满意。甘顺者希望会当暂缓一例一休，将伫咧7月1号正式上路的政策，伊呼吁应该先将相关的配套措施制定好完整，再来进行改革，避免伤害到台湾的经济竞争力。毋是讲干那要替资方讲话，我嘛要替劳工讲话。一例一休有真侪一个好的现象，是讲伊希望会当借由一例一休的休案，即摆呢，现主是想要实施这个呢，来增加规个劳工的这个收入。但是呢，政府的美意因为配套措施不够完整，所以对事间呢，劳工本身呢，无法度通来增加收入，而且呢，比以前的收入更较少。资方呢，本身毋敢收订单，因为加班的这个时数受到限制，毋敢收订单，所以造成呢，劳方输，资方也输。劳方输、资方也输，所影响毋是讲劳方甲资方尔，因为逐拢代表是一个家庭，所以咱讲全面拢总输就对啦吼。阮家己本身这个 call center， 我的电访中心我做过民调，差不多有了解吼，差不多不管资方劳方拢是反对的，就拢希望讲会当做一个修正啦吼。所以我想今仔日呢，要甲大家做一个报告。虽然中央有定3个月辅导缓冲期，但因为新制度的冲击甲无合理的所在伤过济，所以严顺者发起修正一例一休联署活动，将会号召更侪人加入联署的行列，为劳工甲头家找出一条新的经济活路。所以其实呢，为一例一休上路之后咱会听到足侪声音啦各界包括这些厂商啦、工商业啦，或者是我们的劳工朋友，大家足侪声音所以就咱召集人，你听到的声音，你是毋是甲大家来分享一下？是我即个因为本身有要参选台南市长的选举是所以我有走过真侪所在，无同款的行业。无同款的阶级啦就是包括头家啦，包括劳工啦，包括真侪即个诊所其实伫即个正月23，我是市调台南市副市长。咱正月初开始就做一例一休嘛我听到真侪声音啦。迄个时阵我就到正月23，我要市调副市长。我正月19是我参加行政院会上尾工。是。我就走去找林万丽政委。走去找林美珠政委，迄个是林美珠，佫是做政委，未做劳动部的部长。是。我甲伊讲一例一休已经造成真大即个问题。我希望执政党不要等闲视之，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台湾内底大部分的主体是中小企业，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能够躲过整个的经济风暴？上主要是咱家97%半的企业呢是中小企业，伊真有弹性啦。就是讲头家家己做。头家娘家己做，后生祖囝家己做，家己本身头家股东兼员工就对啦所以伊做较久也无要紧，
所以它能够躲过很多的经济的风暴吼。啊，即摆较大的问题是讲，咱安尼看，咱看讲咧，即个问题已经足严重。所以我是甲当时的林美珠政委甲林万里政委讲，执政党一定爱伫2月底进前，甲所有的民怨吼拢甲伊收集起来。那么伫4月底进前，爱提出解决的方法。啊，伊即摆辅导期是6个月嘛，伫6月进前，就爱甲即个方法爱解决了呢。你辅导期结束了呢，7月1号马上新的方案马上上路了吼。对。因为伊立修本来伊是要解决啥？解决讲咱台湾吼劳工吼时间较长，薪水较少即个问题。但是伊毋知讲台湾吼真侪企业拢是违例的，就是讲因为即马吼咱东西咱甲即个中国大陆迄边，咱咧做生意嘛吼，啊迄边吼，迄就是讲大家迄个利润拢足薄嘛。啊，所以你要甲加价薪水足悬的时，加班足悬的时，他们讲是有一寡困难。所以本来是希望讲借着加班费的增加、加班时数的限制。啊，上班时间的减少，会当互劳工吼工费较少的，安尼啊较济。我想伊的美意是拢安尼啦吼。啊，但是呢，这个美意吼，当实施了伤过头去，所以产生真大问题。比如讲，伊规定讲啊，一日一休，就是讲本来咱休假就是休困2休嘛，一周休2日。对。为什么再加个一日呢？叫例假日啦。那本来是休息日2天休息日尔嘛吼。啊，例假就讲伊即工例假日吼。你袂使甲乌白，互伊加班啊！除非是天灾，除非是有国难，但使互伊加班，无你一定爱有休困就对。对。7天休困1天，啊，因为7天休困1天内底真无弹性啦。哦，比如讲我一定爱7天休困1天，我若要出国的时阵，要国外旅游的时阵，我无得通去积假。对啊。没有办法积假，一定爱7天休困1天。啊，头家排这嘛真歹排呢。我较早人是讲吼，我着上2礼拜10天，啊休困4天嘛。啊，逐工拢是休假嘛，啊，你即摆毋是，你一定爱有1天例假，1天休假。啊，例假甲休假规定佫无共款。休假来讲，你会当吼加班，啊，例假袂当乌白加班。啊，例假你若加班啊，着佫补1天假互伊。啊，例假的薪水是2倍，就咱本来较早1点钟是150块，即摆变300块。啊，休假日呢，薪水佫比这较悬。对啊。休假变2月1/3，本来是200块，那本来讲300块吼。1点钟300块就变700块，700块，对，啊来800块，对，超过几点钟佫加起，佫加起哩嘛，啊你啊吼，就是讲，所以伊规定到吼真无弹性，所以第一点我感觉吼，伊个第一点伊是无弹性，第二点是讲吼，伊加班的时间吼，限制了伤严，1点钟1个月一定46点钟，伊1个月这个标准啊，你知影咱台湾的这个面对国际贸易嘛，对，咱有真侪这个单，可能干临时大张的单。还是讲临时的单来，还是讲有本来有淡旺季啊。你逐个拢是加班46点钟，他没有办法自我调配嘛。所以等于是无弹性。对。啊，第三，伊加班的时数吼，休假日的加班哦，是1点钟就算4点钟，5点钟算8点钟。啊，根本都看袂起嘛。对啊。啊，所以有真侪这个头家，因为这加班费用伤过来悬，所以就无爱互劳工加班啦。较早礼拜六拢加班嘛，无爱互伊加班。啊，不过加班要安怎呢？伊就是叫临时工入来。啊，即比如讲，即个公司的在业的工人，有可能去咧公司做临时工。啊，临时工1个月1点钟135块。啊，咱伫遮是喏，咱是加1月1/3嘛，开始本来150，就变200嘛。啊，入去也得个交通费用。对啊。啊，所以交通的时间佫浪费掉，所以吼，他们讲吼，我听着真侪劳工，你甲我讲，你啊吼，因收入减少。啊，头家是讲，因为你即个限制了伤过头严。啊，所以咱本身就是讲，伊本身也唔敢接大单。他如果接大的单要是没有办法赶出来的话，要是接急单没有办法赶出来的话，公司的信用受损害去，后盖外国公司袂来这间公司。所以你甲阮讲，我都通甲你做。啊，所以规个大单的这个机会就丧失去。对啊。啊，以阮诊所来讲吼，我安尼走过这样的诊所，分做3种形态。一种就是讲吼，本身8个礼拜无咧看，就关起来。啊，种是有咧看，啊，头家医生家己来，护士、药师拢无上班，家己开门啦，家己挂号啦，调病历啦，家己抽社会住啦，啊，家己搁扫涂骹、清内面啦、喷粪扫啦，扫便所啦，啥物拢减掉，啥物拢减啊！即摆啊，即个啊药单去外口客啦，啊，第三种就是讲伊本身8个礼拜8六照看，药师上班、护士上班，但是挂号费用加100块。
哦。所以不管是第一种，就是讲伊拜六礼拜无咧看，咱患者要找医生无方便嘛。第二是你要等医生家一个独立操作，所以你的时间会等久。第三是你无等久，但是你费用增加。对啊。所以不管第种费用是拢增加，所以你小造成真大即个问题，咱就是讲一定有需要修改。所以我毋当吼，希望讲4月底会当吼来做一个办法的收集啦吼。啊，个我看到2月底的时阵呢，中央有4级咧找即个工业区，4级咧下乡咧含即个下底的人了解讲到底伊理小造成啥物款的影响。啊，但是4月底无提出方法。所以我4月底呢，离即个中常会，我本身即摆是民主进步党启动部的主委，嘛是全国主委会联谊会会长。所以我呢，离即个4月底，我就甲中央提出来弹性3方案啦吼。就是讲，咱希望周休2日，如何周休法，劳资双方家己去决定就好啊。吼，即个所在。啊，第二呢，就是每一个月加班的时数呢。上限是60点钟啦，啊，加班的时数用半当做总量的管制，276点钟，46乘以6，276。是。啊，第三来讲，伊实际加班的这个时数做准，加班1点钟算1点钟，2点钟算2点钟，莫讲加班1点钟算4点钟，这无人看得起啦吼。是。啊，加班费用以固定的倍数，咱即摆加班吼，有分做3种不同款的算法啦。第一点钟是吼加1/2啦。第二点钟1/2，第三点钟是1/3，第四点钟1/3，第5到第3到第8拢共款。啊，假日吼，例假日加班吼是加1倍，啊，佮有迄份1工。啊，所以咱希望讲吼，拢无迄个例假日，就是甲例假日摕掉，2个拢2休。拢2休。啊，你遐办法拢共款。啊，伊固定的倍数。啊，佮要啥物偌者固定的倍数，家己去讲，因为吼无共款的行业有无共款的获利标准嘛。对啊。无共款行业。无共款的公司，嘛有获利标准无共款啦，所以应该是劳资双方家己去讲啦。咱会再甲定一个最低的倍数，比如讲定你不得低于1.3倍，剩咱互劳资双方家己去讲对啊。有可能3倍、4倍、5倍，嘛有可能1.5倍，这无要紧。对。我意思是讲，这个物件要保有弹性。所以咱就是4月呢，咱离中常会来甲提出嘛。结果5月2日呢，我带这个较早小英的支持者去总统府。是。啊，我看到我。当面甲总统建议，我讲伊理想吼，即马天怒人怨足严重的。我希望吼，总统爱正视这个问题，爱改啦。结果小英讲伊当个年金、当个前瞻，他们处理这块。啊，恁就是讲你年金甲前瞻了，绝对是超过7月7日嘛。啊，你若是输落了吼，台湾经济受足大影响啊。所以咱毋但吼，开始伫地方开始出声，咱招了一寡劳工团体。一寡资方团体，大家共同开记者会，成立小政联盟，希望借着遮尔大的动作吼，互中央知影讲吼，这个代志已经动摇民主进步党的这个票房。因为阮本身吼，我做主委嘛，我有去问过头前的这个党员，因对李小吼做反感，包括我去这夜市啊、菜市啊咧说的时阵吼，嘛真侪人甲我讲，伊李小若是无修正吼，民主进步党规个盘会放弃。对，嘿，所以我做建议啊，我做建议啦，啊，所以当然建议了有得到真侪即个回响啦，因为讲咱做的是对的啦，嘿啊。其实讲到这点吼，就是讲你本身是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的主委嘛，啊，咱嘛知影讲即马是民进党咧执政，对，哦，啊，我们小英是总统，然后又是主席，啊，结果你成为这个咱地方党部的主委，然后就是说。当然，你是反映说我们民众的心声哈啊，但是就是说，可是一般啊，人家都会说啊，你那个中央的政策，你地方要协助来执行啊，你想要有这个勇气吼，你袂惊讲安尼影响你的提名吗？我感觉这个物件，我感觉人吼，一个城市的市长吼，若唔敢讲真话，唔敢讲做对的代，这是城市的灾难。所以这个李小所反对，唔是讲干那立军尔，嘛唔是哪军不分男女。不分阶级，因为我的竞选总部，我有做民调，就是拍电话去问的吼，70%以上的劳工，85%以上的资方，基本上是拢反对，所以差不多有共识啦。所以我认为讲，我应该徛出来讲真话。啊，这立法委员吼，当时因立法委员修正过嘛，大家拢唔敢讲真话。啊，我认为讲吼，
我咧开始做这个时，阮秘书咧甲我讲吼，副市长你要注意哦。这老团甲你攻击哦，果然不其然。我脸书拢去用公开迷茫嘛。对啊。但我们不为所动，即使民调下降，我们要是坚持做对的事情。这对来家己良心一个交代啊。我感觉这个是一个，不是讲赌注啦，我感觉讲咱就把对的代志讲出来，吼，啊，都互大家可受公平嘛。对啊。果然阮出来了呢，真侪共款的心声走出来啊。对啊。吼，咱大市长一个月嘛讲话啊，讲应该爱收嘛，柯文哲嘛讲嘛爱收嘛。真侪县市长拢讲一定爱收嘛，即摆13个县市长民主进步党遮，大家嘛拢讲爱收啊，所以收这个法已经变全民的共识啊。但咱较可惜的是讲吼，行政院内底的心态。照你讲，这个法案是劳动部刚通过，对啊，劳动部你要带头去修法，劳动部不修法，所以现在中央是倾向不修法嘛？伊即摆是要立法院去修法。啊，你立法委员有备有民意的压力嘛？啊，但是即摆立法委员也大家各种版本无共款嘛。照你讲是讲，你当时你行政院劳动部你讲提出，你也讲提出哦，迄时你会记一个，两党相拍呢。系啊。咱台南市某一个立法委员讲缩人阿妈棍呢。系啊。缩陈一鸣阿妈棍呢，你脑壳足大个嘛。啊，所以你即摆吼，你讲要叫伊修法哦，伊讲阮有压力，你有压力，有啥物压力？民主派袂使讲安尼讲，因为吼，你袂当用老百姓即个所得啊，甲规个吼，咱规个即个国家即个安全生存即个问题来讲你民主的问题嘛。当时你刚通过啊，你要知错能改嘛。所以我是认为讲立委吼，即届吼应该爱吼大胆打开这个档案。我毋是立委，我无通主导修法大权，但是我会讲甲我的方法，讲互中央知影，我嘛已经向中央的反映过啊。用这个方法来处理就对了。对，是啊。所以今麦推动一例一修修正联盟，今麦目前啊，像你有咧联署嘛，好好去推动，而且现在推动的进度是安怎？不错了，我们现在回来差不多有6、7千份了。6、7千。还有很多还没有回来的哈。其实咱有达到目的的是讲咱希望伊修法啦。嘿。未修法进程就是无限期辅导嘛。即摆是辅导为主啊。所以咱一般辅导吼，做侪人唔知影什么叫辅导啦。辅导意思是讲吼，咱用古法是无处罚的啦。用嘿。你若无用，你用古法是甲你辅导，你用刑法啦。嘿。你若无用刑法嘛，是无甲你处罚啦。你只要救法，你要救法，你救法莫违反救法就无要紧。即人甲我讲话，阮已经拢去用处罚掉。我甲问迄个劳工局局长讲，伊迄是吼违反救法去处罚的。违反就对，咱对咱前半当内底，咱台南市迄个罚款470几万尔嘛，咱比咱县市拢1个5000万啦。咱台南市市长有感受到这个压力真大吼。所以市长伊出国的时拄去美国的时拄咧，台湾拄差一例一休嘛吼。有迄个真侪朋友甲我讲，咱台南市长所公布是讲要处罚啦。我讲可能市长吼去国外。毋劳工局长未讲好势，等市长回来，我甲市长重新反映嘛吼。所以前一日迄个艺术工会吼，甲艺术工会拢咧甲我讲，伊个敢若看着报纸是讲咱要处罚嘛。我讲应该是袂，计等着我甲市长讲吼，因为即个物件是因为确实问题是非常严重，讲定这物件吼，迄个资方没有办，资方若要遵守的是公司关起来。可能关起来受害啥物人？劳方嘛。对资方来讲，较早趁有钱啊。对。伊会使伊收起来，共款有钱通有会当过生活，但是劳方无法度。我一个朋友吼，伊本来一个月趁2万5，伊若加班，咱趁到3万6啦。结果伊本身若讲个按照新的法律，咱趁到差4万4，但是无法度。对啊。因为这伤离谱。所以公司怎叫伊莫加班？系啊。所以怎领2万5？领2万5的时，你本身即摆一个月薪水一个月厝开销要3万。对啊，你哪有够用？所以本来伊是存6000，即摆减4000，减5000啦。所以最严重啦。对啊。所以咱市长落尾转来了吼，无偌久伊就咱宣布讲，咱台南市是辅导。对，所以咱目前咱台南市就是以这个辅导为主啦。对。我是感觉讲伫台湾内底吼，你也看咱劳工所爱吼，当然伊即摆一例一休上主要问题是讲，伊就是讲真侪人是过劳死。过劳死。但过劳死刚若因为是工课尔，有可能因转厝内底家庭咧烦啦。对啊。搁出去佚佗啦，生活家己本身无规律啦。
吼所以当然是过劳死足侪原因，无一定是因为工课的关系啦。但是劳工所爱毋是讲干那健康管尔，伊可能希望讲这份薪水的锁定呢，是对伊的一个肯定，甲伊要饲某囝要用足实际这个问题。所以我感觉讲中央吼，可能该思考。我定安尼讲，伫台湾规个经济发展内底吼，将来无一个法律吼，像利益修安尼就对啊。伫台湾内底这利益修做为了吼，咱对台湾经济吼，我看出一个准备是，我最近一个朋友甲我讲安尼，讲伊本身较早伊业务出身的，落要做头家娘。即摆伊公司业务要去甲因加班，毋敢加班，是安尼业务出来做生意做无生意毋知影，但是加班费用遐尼悬啦。所以业务吼，就无法互因做生意嘛，无法互因加班啦。对啊。要加班就趁无钱啊，趁无钱业务就是死头路。死头路吼，家己本身就爱家己做业务。所以讲吼，伊前礼拜甲我咧台北要落来伫台中等着伊嘛。伊讲我即礼拜家己走台中走5工。走到后要忝死。伊讲若安尼过了，伊嘛要收起来，无要开啊。伊讲我凡说吼，趁会着食袂着。我伤忝。我伤忝啊！所以台湾内底吼，咱台湾的经济问题，毋是讲咱你讲外国，你讲希腊啦吼、意大利，迄个规个经济吼破产了。破产啥物结果？破产是讲吼，咱本身就是讲咱本身食较歹，穿较歹，较歹出去佚佗，厝歹去吼，可能动规日当修理。但咱台湾吼，经济歹吼是台湾生存大个问题。咱经济歹吼，咱无得通要国防的武器。咱的西平有一个老虎，厉害要甲咱食。咱若无基本的这个国防的这力量的时，有可能咱坚持台湾主权独立性的时，可能甲咱规个并吞掉。所以对台湾来讲吼，任何一个执政者所要面对的是台湾经济问题，因为伊所代表毋是讲干那老百姓的这个腹肚的问题，代表一个国家生存的问题。所以我就是讲，利益上吼，无修正是袂使。一定是爱修正啊，是，一定是爱修正。你讲但是吼，有真侪足奇怪，迄讲吼，就是讲咧讲有一个送一个安养院内底有送一个人去到迄个病院内底，结果病院内底吼，因即个安养院送去病院内底啦，即摆病院内底安养院叫因兜人来斗处理嘛，叫因兜人无来啦，安养院迄人怎离遐顾？结果顾一个安养迄个人员上班12点钟。咱就规定吼，上班的咱12点钟以上就袂使啊。即摆新的规定是安尼啦。所以公司怎啊去吼，劳工局甲发。哇！你要记安那？怎啊帮助者？我定甲我司机讲吼，即摆规定是以上12点钟啦。我讲吼，有一工吼，你若会早时啊8点来甲我载。到暗时啊8点你就高速公路顶悬，时间到啊。免遐处理。就讲伊下班啊。下班我叫伊用行落嘛吼，高速公路用行落，无我无要加班。以朋友的身份载你。即摆但是吼，就是讲你若载差的，佫袂使哦。我都要违反12小时哦。比如讲我甲你载。你甲载啊？载嘛袂使，你车顶嘛袂使。你讲伊无自由嘛？所以讲规个吼。规程都伤过了油，因为吼，伊要尊重劳工甲资方内底迄个弹性的处理。对啊，有些事情是要弹性的啊。对无你头讲迄个，敢会当甲病人等伫遐拢无爱插伊，对啊，对不对？对啊，这个真的是，所以他其实一例一休，他原本的利益是好的，对不对？是为了大家好，但是就是可能一些配套或者是想的不够仔细，规定的太严格，这个者嫌工大概把卡把手，然后造成说什么就是可能劳工啦，还有雇主啦，大家都觉得哇。真的是很伤脑筋。你今仔有上班12点钟无？我唔敢讲。等一下被开罚嘛。就变安尼啊，就变安尼啊。对啊。是啊。这台我感觉法律制造人家犯罪吼，这上大的问题。我讲即摆劳一例休造成啥？就是讲劳资双方互相的监督啦，互相不信任，互相猜忌。有一寡员工，比如讲，伊即马知影讲加班2点钟过了，3点钟，就算加班费用较悬嘛。对啊。甲你工课2.5分钟，你加1点钟互伊。这种的嘛是有啊，如果说大家不是把那个就要往坏的方面。你就讲老师，像我较早我的诊所，我来甲护士讲吼，你若是上班超过10分钟，我就算半点钟的钱互你。
那10分钟以内等于甲我做白工。哦，安尼。那10分钟以后，我来算半点钟嘛，就安尼嘛，大家拢讲好势就好啊。对啊。就逐间公司无共款，头家甲员工感情无共款，而且毋是破坏劳资双方的和谐。对啊，真的。变安尼对啊，所以我是认为讲这个代志若无处理是袂使。一定要慎重处理。所以我一直甲中央讲我7月14日要见小英啦。7月14日。我嘛是要甲建议。嘛是要甲建议。毋是咱是甲欢迎，毋是反对啦。因为他们讲咱疼惜台湾嘛，咱嘛疼惜民主进步党嘛。你说换一个角度来讲，假使讲今仔日，若毋是我发动联署，那国民党发动联署咧，你感觉更较惨诶？系啊。那国民党比如讲吴敦义起来，直接抗议的。对啊，那国民党吴敦义出来了，以迄个全国的迄个民众，全国国民党的党部拢发动联署，这会变安那？所以起码联署的主导权搁伫我的手中。对。咱做唔对，民主进步党做唔对，民主进步党家己检讨，家己要修改。没错，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发现说这个政策不对了，不要说一直就不要去承认，对不？你勇敢去面对，把它解决嘛。我来讲，你较早捌甲我访问过迄个上检讨的代志有无？我拢经过啊，我当时嘛是大家拢讲你来上这，我就是讲这个对的，咱就去做，结果团做成功啊。对啊。是啊，咱就是安尼啊。系啊。咱就看到对的，咱就去做。我就讲过，讲这个城市的市长若唔敢讲真的代志，对的话。唔敢做对个代志，这是城市的悲哀。他有这么大的权利，唔敢做对个代志。我是人民的声音是上大，人民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嘛。所以上帝叫我来讲人民的声音。很好。所以我就勇敢讲啊。对啊。要安那，老百姓自由公断。对啊。自由公断，我坦然接受。对啊，坦然接受。对啊，相信遐尼济咱的这劳工朋友啦，咱的雇主啦，咱的厂商看到了，大家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嘛。但是老团敢免甲要死啊！系啊，老团我免，我伫我脸书顶面甲我攻击。我刚拍电话迄个林美珠部长，伊咧甲我讲，我老团拢对于压力，我讲部长，我这边接到的是都感觉头家嘛拢就是讲无收袂使但是我讲即马部长你面对毋是我是你的好朋友，你面对嘛毋是劳团，你面对是台湾多数的劳工甲台湾的经济发展。你要用这个角度去思考看，你有要修正无，还是要照原来方法？你若就是讲照原来方法，会当互劳工收入较济，互咱台湾的经济向前行，那没有关系。你就大胆去拒绝劳方跟资方我这边的声音，你就屈从于劳团的声音。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当然就是要站在正确的那一方嘛。你改这些民调，你也做清楚了嘛？对啊。你自己连劳动部花个钱去做个民调，到底多少资方反对、劳方反对，多少一般民众反对，就很清楚嘛。这个也不用辩论啦。对啊。好，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走嘛。我有甲部长我来讲啊，你讲伊会做常客。也做常客落尾无偌久嘛，讲无要收啊。他也说他不修啊。是啊。所以咱即马期待你7月14日面见小英的时阵，佮开讲。我是派着这个，不是讲派，我是讲派着咱这个书面，咱讲真话嘛。我们讲真话，就前面就没有无所顾忌，但是东西讲话口气当然表达，我们会很婉转的表达。我们为什么要推动这样子？对，让小英能够了解。对啊，这么多声音，其实就从那个新闻媒体的报道，那也有很多人做过民调，我们看大家就是知道了啦。对啊，对不对？你刚才讲，阮迄天迄个第一天行动医院，我甲问嘛较早拢诚侪迄个约评估的，结果即摆礼拜天拢袂当约评估，拢袂当来啊，因为袂当，除非天灾人祸嘛。结果拢是正式员工家己来，正式员工来的时，伊佫爱互伊补假嘛。补假的时，即个物件要有人代理。所以代理佫无增加人，所以大家拢足忝。即摆因为伊礼拜六，伊这薪水增加足济嘛。对。所以国家的公家有算就不足。所以我感觉主计处讲有11%的人是加钱嘛。我怎么讲伊加遐是对呢，就是迄个公家机关的一评估遐。遐照无来啊。但遐加班费用对来，咱税金来啊。咱的税金来啊，所以物件是袂准的。即摆伊甲我讲，伊即摆下半年度的有算讲开了，
下半都叫人袂当来上班啊，还佫愈惨，对啊，然后休困2天。对啊，所以真的是可以反映出、看得出来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啊，对不对？我亲像我做这很多服务业哦、他们就是觉得说哦，我今嘛像讲我伫咧哦休假日啊，家己请你来上班，结果你的薪水那么高，然后我一工卖赚的都无够遐，所以有的规气就关掉卖做啊，对啊，就休息啊。我朋友一早甲我讲，他们 ATM 拢无钱啊。ATM 内底要囥钱，迄个人嘛拢无上班啊。拢无上班，拢领无。自动领款机拢无，拢内底拢无钱啊。伊讲伊关庙吼，安尼踅到要急钱，结果拢踅话，敢若找一间有，就是讲伫迄个大鸭。大爷拄啊伫关庙甲规人中间，迄个 ATM 领有钱的，像拢总无钱。对啊。因为含要摕钱去补的工人，拢是一日一休。所以其实这嘛造成民众足侪无方便啊。无方便啊。哦，对啊，所以这个一例一休真的确实哈。是，我是咱所有民众，你若讲认为对吼，等下阮服务处来甲阮联署啦。来甲阮联署啦。2932-083啦吼。好，2932-083。那有处甲阮联署，吼，啊无就拍电话这边吼，电话联署也可以。哦，用电话网络联署也可以。哦，用网络也可以啦。也可以，对，啊拍电话这边问就知影吼。所以我想，咱共同面对这个问题，我感觉咱反映真实的声音啦。啊，你若无反映，咱的中央无一定听会到。对。啊，反映了吼，愈大声，咱要修改的正当性愈悬。对。对。对，所以有支持咱的民众，你就去联署，让中央、让地方中央都听到这样的声音嘛，对不对？有听到伊还感觉讲，这个问题严重性伫倒位哦，才有法度来进行这个修正哈。那我想，就你有提到这个弹性3方案嘛，所以这你嘛是有熟客过哈，有交给专家来了解过，有熟客过，所以这样子的修正方案其实是很可行。它等于说是弹性了，和劳资双方吼，家己有一个弹性去处理啦。其实咱强调弹性，你要有弹性，咱过去台湾吼，这个咱对经济吼，咱变个全世界这个基础，就因为讲吼，劳资双方拢甲劳家甲员工当作是家庭的一部分，这个劳工呢，甲头家当作衣食父母。衣食父母啊，所以大家共同为了公司，为了经济，大家共同拍拼。对啊。啊，赚愈侪薪，劳工薪水就愈悬。啊，赚愈少的薪，就是劳工薪水愈低嘛，因为拢是家己一家人共款。对啊。所以我认为讲，迄个弹性有弹性的这劳资的关系吼，咱台湾经济向前行。啊，但即摆无弹性了，就造成足大这个问题。所以修法不管我版本别人的版本拢无要紧。但大家保持吼劳资双方吼有一个弹性去处理就对。对啊，一点都有弹性，毕竟不同行业、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状况。对，没有错。对，啊，你甲死钉钉，真正就是吼，会造成大家的困扰。对。哦，没错哈。没有错，没有错。对，所以呢，有赞同的就可以哦，就是包括去这个服务处啦、网络啦、电话都可以来进行联署，甲声音吼，互咱的中央。我的主旨是伫迄个永华路吼2段吼。822号，82毋是228啦，8号啦吼，822号嘿吼，啊你入就讲要联署，啊无就拍电话入去吼，会当我无你就讲你公司规个要联署，我当传真互你，你联署那个传真等下拢会使。对啊，各种不同管道。对啊，如果真的是认为说这个真的需要修正的话，大概爱标大概也想。对，这个时代你就是要发声，人家听到才有办法去修。没有错，大家加油。第二，大家加油。好，那我们谈完这个一例一休跟大家切身相关的以后，我想哈，因为最近就是说，应该说是现在时代的趋势，面临这个少子化，然后高龄化的社会，所以其实呢，长期照顾哈，就是长照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没有错，对不对？这是时代趋势，一定要做的啦哈。啊，所以咱怎样讲？之前呢，你在台南市政府的时候担任这个副市长，其实对长照这一块，因为本身是医生嘛，所以对这一块非常的了解。啊，迄阵吼市长嘛有讲，其实吼，伊上任了第一件做对的代志，就是请你来担任副市长，因为你帮伊做这代志。啊，其中呢，伊都有讲到吼，你在长照这一块，那我们来看看这段 VCR， 看市长是安怎讲的。长照2.0，这是国家的重大政策，要解决咱现主市台湾的重大的社会问题。过去一年2016年咱的长照算1.0啦，成绩全台湾上好的，嘛是伫台南市哦。而且咱摕到满分，就100分哦，摕到100分。督导嘛是严副市长，督导嘛是严副市长。但是我甲讲，我特别甲讲，
我话讲，因为这长照2.0，若无台南市和中央合作，这袂成功。但是单独靠政府嘛无可能成功，咱一定爱和民间的力量结合做伙。啊，你民间的力量要哪结合？你一定爱去说明，你一定爱去说明。所以我特别交代干副市长，我讲，这个业务是你督导的，时间上我嘛较无方便，啊无你安尼。就比照咱每一年所举办的区里活动座谈会，到每一个议员的选区，邀请每一个区公所的区长、科长、里长，啊，甲社区的理事长，大家共同来讨论报告。伊嘛是一站去宣导去报告，所以我敢伫咧遮甲大家报告，咱长照2.0，咱的准备比别个县市搁较早，参民间的力量的结合搁较彻底。对长照2.0的推动，我嘛真有信心。这会当看出咱安副市长孙祖兄伊的责任感。真正无简单呐吼，市长何乐家吼，因为你就是讲，包括其实像登革热这个宣导，真的是哇，市长嘛一直讲靠人有法度安尼赶快的一直讲一直宣导，所以让对啊这么多场，然后让我们台南市其实就现在登革热都控制得很好。哦，那包括这个长照2.0，其实呢，很多民众对于这个长照1.0、2.0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最专业的我们的前严副市长来跟我们说明？是迄个咱个长照。你讲2.0、1.0，咱先来讲这个关怀中心啦，吼。好。我较早伫民国88年，87年吼，甲苏焕伫当时立委，伊要连任上尾届吼，家己做后援会总会长。阮当时就是讲这个未来老人的问题要怎处理，你我拢会老食老要安那？对啊。毋是讲领年金尔，其实。比年金较重要是照顾这个问题，所以咱希望当时咱就提出一个构想，就希望讲当选了呢，伊每一区的活动中心拢成立一个照顾老人的这个所在就对。是。啊，所以当咱的苏焕伫县长，当苏焕伫当选县长了呢，咱伫民国92年开始，93年开始，咱就开设吼，做关怀中心啦。是。第一个关怀中心是伫，但毋知是伫石仔路还是伫这个。是即个新营的南纸里，我已经记袂起来吼。我开始就参与啦吼。当时咱是希望讲个咱结合咱社区的资源吼，去照顾社区吼遐老人，65岁以上的老人啦。咱塞到非常好了呢。伫民国95年，谢中正做院长的时阵，开始甲即个关怀中心变做6星计划，就讲吼。解决6个问题，第一，敢若是即个治安问题，再来是产物的问题，再来是环保的问题，再来是规个即个老人照顾即个问题，搁有一个啥物在意即个问题，我袂记一去啊，都6星计划啦吼。6星计划了开始推煞袂歹了呢，苏贞昌就开始讲，伊也做长照计划，长照10年计划，对民国96年开始啦，长照10年计划。希望讲咱台湾袂，因为咱台湾老人都足济嘛吼。咱伫民国83年时，咱的老人有7%以上超过老人，咱进入老人社会啦。对啊。若14%做老年社会啦。你7%到14%吼，你法国行126档，咱台湾可能行超20几档尔，所以咱台湾老化的速度是法国的6倍。意思是讲吼，需要照顾的人力，你要马上在短时间马上充足。而且咱台湾搁一个较大的问题，咱当着少子化这个问题。无啥人要生囝，所以少年的少，所以等少年要照顾这个老人的人少，有需要照顾的人多，所以就造成吼真大的这个人力上无得通去调配。所以咱开始就讲希望国家的国家的资源介入啦吼。所以当时就是长照开始10年计划开始做，是强调2个，一个就是讲伊希望会当。这个到居家照顾，一个是社区照顾，就是到处照顾也会使，到这个社区照顾也会使，到处甲社区照顾遐个人呢，是你甲聘请来领导，那一般的这个民众吼，是政府补助你7成，那中低收入补助9成，低收入是拢完全免钱就对了，1点钟是200块啦，200块，你说你若一般就要60块嘛。
伊佫有规定讲一个月呢，上加90小时。所以就是有人到恁兜甲你照顾，有去社区向照顾，居家照顾、社区照顾吼。安尼杀差不多10档，插到105年旧年小英动算，动算了吼，开始就要继续去杀长照，所以就把多少10档多搞，他就把前10年的长照真的长照1.0，对于旧年开始变长照2.0，吼。所以106年开始长照2.0开始做，106年对即摆开始到年底是试办计划啦。试办，那试办过咧，伊就是讲吼，伊去检讨讲过去的长照是安做了无成功，因为咱本来是一档吼要开150亿嘛，拢总敢若开3-5亿尔，是安那呢？毋是咱变成省，上主要是讲有可能你提供的即个照顾的即个项目，可能人无欢迎，还是讲你提供的即个对象伤少人无欢迎。所以开始去检讨，所以从我讲4个对象呢，本来长照1.0是当服务4个对象，变服务8个对象。会当甲你帮助的项目呢，本来是8项，即摆变17项。迄足复杂，你也免知影，我也免知影。所以你若讲民众有需要，你敢若处理，你就拍电去41288080。什么服务得当去解决？对，而且因为有拢种8种项目啦，8种项目的人吼会当接受17种项目的服务啦。所以你记袂掉啦。对啊。所以你若讲有需要，你拍去412880，你若说需要，伊甲你帮忙，你去拍电去41288080。伊就当甲你了解讲，针对个案无共款，提供你无共款的服务。你当适合什么样的服务？对。即摆来讲到底是即个服务输送系统要哪处理呢？伊开始就分做 A、B、C 店嘛。A 就是旗舰店，B 就是专卖店，C 就是巷弄店，就是伫街头巷尾就对啦吼。A 店是用即个用即个区域，比如讲永康区有一个 A 店。龙甲区一个 A 店，用咱即摆区域37区，有37个 A 店。B 店是用即个国中的学区，国中差不多80个学区台南市啦，所以设80个即个 B 店。C 店是用3里有一个 C 店，所以台南市752里吼，拢总251个 C 店。所以对于 A 店、B 店、C 店，甲伊串联做伙。A 店呢一定要有日照中心。你要只是去遐照顾，有3个项目的服务。B 店也是，C 店上主要是提供老人的一寡预防性的即个失智的即个长照，比如来遮甲你教一寡体育啦，教一寡运动啦，互你了就讲会当互你大家做伙食饭啦。你毋是讲老人，比如讲恁兜，你若讲临时拄老人伫恁兜，你拄要出去，带来这所在，互人有人来照顾。对啊，这临时临时托老啦，临时托老集体用餐，搁一个是预防衰老，这3种做C店啦。C店较快，所以就是 A、B、C 店开始安尼杀个对啦。咱台南市是已经杀甲如火如荼，你到年底是试办啦。意思是讲，比如讲永康，即摆我办一个 C 店尔，办一个 A 店尔，结果无偌久人就订，所以永康有可能去加2个甲3个。所以落尾实际到过几个月是落尾当个决定了，对，即摆第一档是试办安尼尔，就用这个标准先去做看卖啦。是，所以咱有看到讲，之前咱伫个12月16号的时阵，哇，这个 A 级东门日照中心揭牌，然后还特别有邀请了市长，还有我们。迄阵我做副市长，还未时节嘞。对，然后一起来。揭牌，因为对啊，因为这个也是蛮大的工程啊，哈，对啊，然后这个是全国那一天同时启动，对啊，吼，所以这嘛真正是。迄阵我咧到处咧办迄个长照的说明会，对我逐区拢办啦，对啊，都有办啊，哈，是，咱台南市是拢。全国的模范啦，咱市长说讲，咱105年，咱的成绩100分，全国优等第1名吼。但我感觉即摆咱台湾的长照有一个较大的问题，要推销长照吼。我心目中的理想的长照应该是安尼做较对啦吼。就是讲，即个物件佫无够。我认为讲长照应该对预防面开始做。莫有预防长照，就开当做好长照了。吼，甲长照的时间家己拖久。还是讲免即摆长照即块就对啦吼。所以咱所做，咱会安尼做吼。那未来我若动算了，我会比讲，会去叫各区公所去调查讲，
对一区的老人较接触入的这个所在。嘿，咱甲设一个简单的运动站。哦，运动站。叫老师来甲这老人教，要他做运动吼，有器械啦，会当维持伊的肌力甲平衡力，别互伊跋倒啦，互伊较有力啦。吼，安尼咱第二点吼，咱要用关怀据点家吼，来设啊这3堂合一啦。什么叫3堂合一呢？就是讲第一个，咱鼓励吼，大家出来共餐。共餐。咱台南市即摆有260几个所在是咧共餐。就是讲社区的老人。交一寡小可钱，政府补助一个，一寡企业家补助呢。大家共同，伫即个社区有人煮饭，大家做伙出来食饭。你出来食饭的中间，你要用行出来。自然就运动。就运动对。你出来遮，你就有伴啊，有通去开讲啊，你就袂感觉无聊啊。真诶老大人有人开讲差足济。是啊，你要来讲，你搁会当吼，因为你出来会当量血压嘛，量心跳嘛，量血糖嘛，搁互相照顾嘛。对。所以第一点，咱的发动就是讲，咱3堂合一的第1堂，就是老人食堂。哦，老人食堂。第2堂叫什么呢？老人课堂。老人课堂。你出来了呢，等于是有人甲你讲课。是。那甲你讲课。是。可能甲你讲要怎理财啦，要怎运动啦，要怎顾身体健康啦。搁迄个要怎处理啦？会有管要怎处理啦？糖尿病要怎处理啦？肝病要怎处理啦？吼，啊一寡宗教信仰的这个问题啦，吼，还是唱歌，咱教你怎唱歌，种种的当，互你较袂遐无聊。多元化都在跳舞啦，吼。第3重点是老人公堂啦。公堂。就是讲吼，咱即摆做点传统产业吼，伊找无工人。哦。伊做手工的时阵，咱起来这所在老人在做。哦。以件计酬嘛。所以比如我今仔日可能1点钟做20件，可能一个40块，我做2点可能80块，可能后个我就1点钟做30件，所以咱用这个做件吼，来刺激伊的附件。安尼做愈侪件，伊愈有钱通领嘛。伊嘛有成就感。有成就感，所以伊来食这顿饭可能20块，你即摆来遮做2点钟可能领100块，伊今日领80块倒转去，会当互孙仔10块20块，伊感觉做晓摆。对啊。老人找着尊严嘛。所以咱重点嘛做3堂合一啦。而且我想这咱解决真侪这个传统产业工人不足这个问题啊。这个有赞无？有啦吼。对啊，一举数得一举数得啦。真的。这咱就当变全国的模范咯。所以咱老人来这所在有尊严，而且大家拢做伙出来了吼。伊训练伊的平衡力啦。训练伊的地增加伊的知识啦。食饭大家做伙食嘛，大家做伙做工课嘛。对啊，做伙学习。做工课咱学习嘛，所以我接了这老人的社区大学，简易型的社区大学。对。咱讲你来读4档了，我一个大学毕业证书互你。佮读2档了，一个硕士班互你。哇，这样你好。佮读3档了，博士班互你。你感觉做有成就感啦。咱甲社区的老人的关怀据点吼，变做老人的社区大学。老人的社区公堂，对，可以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赚到老。对啊，我觉得你讲到这一点最重要，就是说预防，你不要说那照顾，就是说他可能生病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然后去照顾他这一块，真的是很耗费资源，对吧？你属生也让清楚我们那个严前副市长所讲的，就是我事前可以把这个预防工作做好，这会讲物件，大家一起学习，然后他的身体会更健康。对不对？对啊，这样子就会预防他，就是说，可以活到老学到老，然后到老了以后身体还是很健康。上主要有钱通去赚啦。哦，对啊。你个老人年金通领钱通去赚，出来有尊严啊。对啊。无就讲我来加菜啊，大家来加菜，开始就大家做出去佚佗啊。因为有经济来源了嘛。对。我安尼这个袂歹啦。对啊。所以这样才是真正长照的精神。对，搁一个是讲吼，咱即马其实中央的长照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因无去。照顾到迄个机构内底照顾的人啦，就是咱即摆长照有分做3个对象，一种是伫社区照顾，一种是居家，一种机构嘛。那目前的整个的中央政府，它只有处理居家，跟社区，机构没有嘛。机构往往是最重的。结果今日你家补助，当个无补助，嘛足奇怪的。对啊。所以咱就安怎做？咱就希望讲吼，咱这台南市的老人，那经由照管中心认定必须住在机构里面的，我们政府会编预算跟他补助。
甲伊补助啦，因为吼这补助吼有几个好处，第一点是讲吼，囡仔歹趁食。我讲你的囡仔吼，你若本身有囡仔，佮有老爸老母，囡仔爱读册，爱补习，老爸老母爱照顾。对啊。啊，你只能够选择一项，你要选择哪一项？啊，这很难抉择，对不对？大不拢选择囡仔，因囡仔有未来性。啊，老爸老母大家公家的啊，啊，囡仔是咱家己的啊。啊，但这现实的问题，咱希望讲，现实咱希望两个拢照顾到。对啊。但事实上，即马台湾薪水遮尔低，生活费用遮尔悬，当然伊要有所取舍嘛。啊，所以咱来讲，老人会当用国家用这个地方的政府给补助一寡，当然你财源看得起经济，咱给补助嘛。啊，安尼吼，伊会当吼，互囡仔吼上班去上班，啊，有那摕小可钱出来处理。啊，了呢，较重点是讲，咱即马真正安养院内底吼是拢不合法的地下安养院。啊，因为地下安养院袂当申请补助嘛，所以主人就消袂掉啊。啊，佮讲安养院本身超收嘛，啊，那安尼了得，他就没有办法超收，所以安尼主人就好管理嘛，品质就提高嘛。所以我意思是咧讲吼，即个物件差不多，咱从即马到安养院内底老人差不多有4、5千个啦。咱若一个月甲伊补助6000块，嘛差不多是3亿尔。3亿，吼，啊，会当解决足侪问题啊。会当解决社区迄个兄弟啊，为着要摕几千块啊吼，要老爸吼去住安养院，老母住安养院的时阵吼，伊中间所产生的这个冲突嘛，对，咱适度甲伊化解掉。所以我感觉讲，这那是真正的长照啊。ABC 店就互中央政府甲咱配合做伙做。住伫机构咱甲补助。咱对预防面开始做。就是对迄个临时的咱即摆运动中心伫咱永华中心这个所在嘛，要起嘛。对。咱南西南华敢有可能来遮运动中心？无可能啊。所以咱就各地设建立的运动站。啊，甲训练肌力甲平衡力。对。互伊莫跋倒，互伊身体较勇嘛。佮加上教育的方式。加上咱规个即个共识的方式，啊，佮加上咱规个即个公堂的方式，改变做社区大学。好，安尼这样是一个完整的即个长照计划。对。啊，无拢有缺憾的对啊。对。嘿啊。哇，那我今天听完以后发现，这个长照计划，你有感动吗？有。但是你不要变老啊。我有一天也是会变老，所以当我觉得说，我听到以后会觉得说，对啊，那这样如果我年纪越来越大，我也想要有这样子的生活啊。对，我觉得这个是预防啊，我要让自己健康一点啊。对，但是那很多东西就是说，因为你老了之后，因为你没有伴嘛，其实伴很重要啦。对。虽然强调讲你出来做伴啊，大家共识。啊，为老人本身是读书，你就去厨房内底你煮饭食嘛，对啊，发挥所长。啊，为即摆我看咱迄个北河遐足侪老人，伊本身有种菜，啊，所以就甲菜我那徛来迄个所在，按迄个因的迄个关怀据点遮，大家做伙煮的时，啊，就免买菜啊。对啊，安尼分享足快乐。啊，你也鸡下来嘛，免买鸡吧。嘿，啊，所以吼，拢食足好。我刚去拄我顿咧咧食饭倒啦，因讲伊有存钱啦。因种一顿交20块，佫有存钱。啊，为企业家吼，因为企业家本身有，我企业家本身因长期伫外口嘛，老爸老母无人照顾，啊无照顾就无伴嘛。啊，即摆你看伊出来所在，大家食甲足欢喜。啊，企业家就关钱。所以钱的来源就无问题嘛。所以我感觉伫台湾有一个现象是讲吼，咱只要做对的代志，钱往拢毋是问题。上惊你毋知影什么是对的代志安尼尔。只要做对的事，钱都不是问题。所以我就讲吼，咱这个政治来甲杀，杀甲人民有感。吼，啊，我就讲吼，这吼，咱台南的长照吼，会甲别人无共款。因为我本身有做过12党的副馆长、副市长。对。啊，我是做务实的处理这个代志。啊，你这一开始我创立的。我创立，我从我伫馆长开始做到今摆已经12党外。啊，伊来龙去脉我非常清楚，啊，赖清德市长咧做我嘛足清楚，啊，所以未来咱一定当徛伫这个长照，徛伫这个苏焕智县长、赖清德市长的肩膀上，看到更远的愿景。是啊。所以今仔日咱市民朋友，你嘛有听到吼？我们严前副市长呢，伊对着吼这个长照这点呢，伊提出的看法是不是很具体可行呢？你要认同啦吼，来给支持一下。那么另外来讲，对一例一休呢，就是说，我们要联署的就
大家加油，对，对，好，谢谢你。发表自己的心声。好啦，那最后就还是请你做个结论咯。好，我想，刚今天谈的两个都非常重要。其实一例一休跟长照也有关系啊。对啊。长照造成一例一休造成长照很多的成本都增加，都伫遐拢增加嘛。所以咱希望讲政府咱听咱的心声，赶快修正长照一例一休。是。长照计划呢，在推动当中呢，那如果是我当选，我当然是照这样做，让人民是有感。好，谢谢，非常感谢。如果咱的民众有认同，然后你也当来联署，好，咱再次感谢我们的主委，谢谢你，嘛感谢市民朋友你的收看，市民时声节目，咱伫遮过一段落，咱再会。